后来，2021年10月13拜四，在去河天光的时阵，听到海上传来2响炮声，并且看到一只载满人员的舢板对这个市镇航龙恰看，也看到一只小胖船对北平海上来龙椅门停船。当大也看到5只胖船对海上来，经由龙椅门水道去停伫河寮港一带吼。迄时也看到西北方有2只荷兰船无摇移，迄是阮去巡夜的船。下晡5点的时阵，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决议会当对阮的决议了呢看，今仔日的决议看到。10月14号拜五，早起天气良好，透东北风，有8只胖船对赤坎头前航往龙椅门，也看到地勤站甲崁伫迄个南边的迄个小岛上迄寡厝的厝顶停落来，可能是有特别使用所停落来迄寡柴。上午9点的时阵，这个城堡的刑事法庭开庭法庭照开哦。今仔日写一张批，予停伫南边停船处的迄寡船只的主管，问因是毋是会当去阻止敌人经由龙椅门进入大港内面去。因为伫即张批里上述的其他的理由，因是毋是现在会当出名因的船只去停伫北边停船处。关于的处事问题的听候，因的答复等等。中昼约12点的时阵，有大细胖船合计23只对北方落来，经由龙椅门水道去米尔岛头前停船，大概是对时仔来的。今仔日有24只24只舢板对。Hello。喂，芭比安娜。那个CH 的麦克用无声，可能是对，都是有声，系对，Hello。拄则因为互你拍招呼都有声，忽然间都佫无声去啊！麦克都忽然间，无，切掉，我看。直播正常，好。我看麦克无，我无叮当着啦，我试过咧，根本个，对啊。对啊，本来拢有听着就常常就无声。是啊，现在无声啊，看设定就是麦克看是搁开的但是拄则明明有声，即嘛无声啊，我搁麦克搁试的都无效，所以我出去就搁出来，除非你袂较好。安尼继续听。可好声也是哦。好啦，免钱的用免钱的毋敢讲嫌啊，好，继续看哈。读到倒位啊？好，关系的处事就是要爱迄寡停伫南边停船处的船去停北边停船处，吼。阮咧听候因的答复。即只有一个注脚，看来讲北边停船的所在是当时地形港的船只进入龙椅门
必定会经过的所在，是若是讲荷兰船停到尾遐，一定会造成比成讲个船无法度自由出入龙眼门，也就无法度含下门自由来往。北边停船处北边呢，无偌远有一个大石区，一个礁石区。伫咧南方贵水吼，船只拢毋敢停伫遐，因为惊拄着强烈的南风会起风吹去搭着迄个礁石吼，即个危险。因此呢，只有伫咧北方贵水才会停伫北边停船处。相信荷兰人认为讲南方贵水已经过去啊，所以呢想讲去遐停船，要采取主动出击的态度吼。10月嘛吼，好，继续睇吼。中昼约12点的时阵，有大水篷船合计23只，对北方落来，经由龙眼门水道 Cape Needorp 头前停船，大概是对新仔来的。今仔日有24只舢板对赤坎在水边来这个起顶。3队呢有22只舢板对这个起顶在水边去赤坎。暗时约到9点的时阵，有一个荷兰人对已经拆毁完迄个便衣甲无远中间的所在，别人叫3声哨兵，哨兵就留啊带着建议来回答讲：喂，来骑我尻川，就是应该是，OK。并且讲，迄条老荷兰狗已经去也无效啊吼。恁即寡狗囝吼，无看到迄寡篷船今仔日有入来啊。无方的人就应讲，你即个陪伴上帝的人，阮会还阁会掠着你。伊就真惊人讲，我插伊你是啥物神吼？并且讲，恁荷兰人来遮啦吼，人会甲恁吊死，我还阁会强奸恁所有的荷兰妇人甲少女。我真紧就伫恁的城堡里来啉酒，伫遐会议我将会参加，恁的酒歌就会伫我面头前被审问，恁的炮手还阁有啥物路用？伊已经无好药啊！你为啥物还阁毋射击呢？迄个哨兵就伊射击，伊就又阁用头前迄种雪糕的口讲，迄种雪糕的即个话。口气啊，讲来治我的尻川，搁再射过一摆，恁即个狗囝，恁还阁有落下肉甲狗酒吗？敢有想要爱即款物件？搁讲啊其他可恶的话，即种话是酒精戒的人所无法度写去抓点的吼，结果嘛写来吼。最后，伊配谈讲，恁即寡荷兰狗啊，恁即寡小乌鸦吼，遮个有一个注开吼，小乌鸦，小乌鸦是种小型的乌鸦，或者是做旱鸦。恁是伫日韩国王作对，阮真紧就来到恁遐讲完即寡话，讲了即寡话，就市场后面行去，阮也就让伊走了。即个行对话，这是荷兰人，我是西人啊？看无？好啦，就不重要。好，10月15号拜六。早起好天大蒙，并且无风，因为电影显然计划要伫北线尾的东角赶做作战工事，所以阮也要按照做你的决议，要提高警觉，也必须要准备要看要如何来对抗。因此开始收集要顾着一个炮台所需要用到的物件。并且搬去迄座桥，就是伫咧新营堡北边的桥跳遐，也伫咧天光的时阵呢，派阮的木枪嘛吼，去遐去顾着迄个炮台。顶面所提起过迄个荷兰人，都真正是荷兰人，就昨昏相的迄个荷兰人啊，今仔日又搁对市场问
闲话一寡垃圾话吼，因为想到讲即个无赖吼，因为配套啦吼，即个搞死人啊，因为有可能过来踮遐咧闲话，所以呢，明年搁再来暗暝呢，爱去迄个碉堡边仔炮台警卫的中尉，第五大年10月庆秀和伊的下属班长，趁着即个暗暝啊吼，去医院遐斟酌观察，甲迄个人收拾起来。如果伫遐无看到迄个人，都爱派2个士兵来咱遐酒后放哨，一个就伫迄个石河厝的角仔，另外一个就伫个边啊水边啊，然后带领其余的士兵去迄个病院甲市场中间埋伏伫个迄寡长的草丛中，因安尼埋伏了后，并无听到啥物声响。迄时就伫迄个石河厝的迄个哨兵来甲中尉讲，伊听到顶面所提起过无数几若摆的迄个病院里有人咧有人咧偷讲话的声音，伊深信因一定是咧暗算啥物危险的代志，因此迄个中尉就带领迄个士兵往迄边过去。来到病院附近的时阵，因就被每个城桥而来的箭所攻击，所以因一边发射因的枪，一边特登咧因的炮台，因为因毋知影敌人有偌侪人密伫遐。伫咧射击当中，迄个下属班长被一支箭射到伊的侧身，但是伤势无严重。第2条讲，主要讲顶面提起过迄个荷兰人吼，才第2个注脚讲，即个荷兰人的荷兰文伫顶面10月14号所写做 Nederlander， 伫即只应该是 Nederlander 吧 ，Nederlander， 伫即只写做 Dutchman 吧。按当时 VOC 档案一般写法，这2个拢会当是指荷兰人的意思。不过 Dutchman 也写 Duytsman 这毋知是荷兰文还是什么文Dutchman 呢，有时也指德国人的意思而当时 VOC 的士兵有袂少德国人对这个人伫顶面10月14号记载讲话，无甲家己当作荷兰人的语气看起来，真有可能伊是一个德国人。3月16号拜六礼拜，16号生出年早起好天，礼拜日早起好天，微风对东风吹来，周安歇日。今仔有真侪人对即个市场去洽看，3队也真侪人对洽看来即个市场。用一只舢板摩载着人员航往迄个 Kortenhof 遐，今仔日 Kortenhof 船Kortenhof 河遐今仔日敌人搬运一批沉重的大叉头经过即个市场。我是怪冷。无个今仔5月几啦？5月中啊，5月14号啊，5月过一半，结果今仔个遮冷。我今仔早气象后礼拜阮就开始变足热啊，拜二就开始变热，热天就真正够啊。10月17号拜一，咱讲10月刚记啊20号尔所以10月嘛差不多要结束啊17号较长一撮来看早起拜一早起大蒙，微风对东北风吹来，看见7只舢板载着人员对市场航往洽看，也看见有4只篷船对洽看出航，其中1只真大。
来北线尾东角的北边，伫阮的大炮射定来咧停船，其他迄寡篷船先去到龙椅门，搁往北伫遐咧守候。停伫迄个南边停船处迄寡船只主管咧，甲因的感觉用一张简单来批，甲互阮本个月14号寄去互因的来批，讲寄去互因的批讲，因为海上的风向看起来还经常变化不定，大潮嘛，大迄个海潮啦吼，也即将要来到。而且咧，因也非常欠缺锁啊，甲即个拍定吼。因此咧，伫大潮过去以前，毋敢甲因的船只刷去停伫北边的停船处。对此，因继续咧听候互因的命令。船过的福尔摩沙议会今仔日上午召开会议，然后也召开军事会议。即寡会议的决定事项，咱对阮的决议了去看到今仔日的决议。下晡4点，有一寡骑马的骑兵甲步行的步练的士兵啦吼，同齐去路头园到遐，步练的士兵就落踮遐，迄寡骑兵继续前进，要去侦查油条的情势。敌方有5个人。炸着一支旗帜伫第二渔场遐放哨，看见迄寡骑兵因勇敢走去吼，就摕起因的旗帜，就离开因放哨的岗哨。迄寡骑兵就快马加鞭追过去，掠着当中一个人，即个人炸一区有3支枪管，发射铁钉的铁器。即具铁器也含伊当初被炸入来城堡，即个人被炸入城堡了后，无久就被审讯。伊讲 ，OK， 所以为什么今日佫较长？就是伊个口径吼。伊讲，伫油条的驻军有400个会当作战的人，约略有200个破壁的人，现在已经被送去赤坎，因为欠缺食物，所以因的部也拢被因赶走去做乞食咯。伊讲有人讲，做军前来的迄寡篷船对西纳载米来咯，但是伊的官长定定派人去国姓遐要讨米，伊家己嘛捌被派去要讨米，但是拢摕袂到米。今日来北线尾后面停船的迄只大篷船，是载宝拿来的，要伫个明仔载到北线尾要甲采起来。伊毋知影迄寡篷船对西纳载什么消息来，但是有人讲国姓现在要离开咯。即寡篷船载有米、盐、咸鱼甲各种的用品。伊听讲阮的船大出了2-3只因的篷船，因伫厝地的即个换田的猪仔有一部分已经收挂，迄寡水田的猪仔还未熟，而且发了无讲介好吼，所种的番薯烂去真多，因为雨水伤多。伫油条现在只敢有2匹马，其余的马伫个调换官员做油条的指挥官的时阵，拢被载去赤坎，现在已经被送去北线尾使用。遐的炮台将起伫个城堡正对面的所在。伫坡边社迄寡约略300人的荷兰人，伊几工前还阁亲捌看过，因住伫个坡边社的市镇里。就是昨仔有伫庄卡甲其他所在有真侪西纳人连续因为破壁来死去，即个情形即嘛较好一丝，只是现在还阁有人因为烟雾来死去。伫南方还阁有2个军团留伫遐的村城外面，为着要收取当地居民所征收的切门的切门税吼，切税啦吼。伫油条有40-50门小炮以及10门大炮，即寡炮需要的火药甲炮弹因拢无欠，
但是国师爷下令毋准因误阮发动攻击。即个月因收着2斗的米做食物，因无留着坚持，伫第二渔场夜间无哨顶放哨，前来下24只篷船，其中20只是载米来的。即个人被用铁链锁起来，就是对头肩的即个人吼。暗时阮北沙岛发射数发炮弹，因有人讲停伫附近的迄寡篷船，当日落一寡物件搬去岸顶。10月18号拜二，如果是较长一撮吼，昨昏差不多啦。看伊无过是敢若头肩吼，咱讲10月18号拜二，早起好天风清爽，对东北风继续吹来。又过有一个新仔人对即个市场倒来投靠阮，伫个上午9点来审讯吼，伊事实如下：伊是属伫华山县的军团的人，是华山县是写拼音嘛吼，毋知是倒一个军团吼。是听从伫厝地城堡里的新仔人的呼显化来倒来吼，就真正是这个心情这个显化嘛吼，所以听到因安尼讲吼，所以倒来，因为国师爷像一个考铁的海贼安尼来，要来讲科带吼，就是真刻薄啦吼，对台的部分真刻薄。伊的基因必须改变吼。早暗，因对市场后面甲即个市场里的几门电弹的大炮装入去船里，今仔日还会装几门入去，总共对即个市场要装15门大炮，还阁要对赤坎装几门大炮，再去踩伫北沙岛，将要固着炮台顶，用来要射击厝地。有困阮，今仔日有5个军团的士兵将会被送去北沙岛。每一个军团拢有家己特殊的指挥官，即寡士兵是要去做保护因的大炮的安护的工作。又搁讲，因伫赤坎用轻的木材吼，做一寡小避雷船，并且准备好当航行。要派来即附近来使用，也派去上水的北沙岛的炮台迄边使用。听讲因对遐射击了后，希望阮会甲市伫迄边的大炮，刷数门去踩伫海洋迄边。安尼到时阵，因大概就会当较容易来对即个市场阮发动攻击。到时因就会当用即寡小船来追捕，或者是走袂紧。如果阮若要逃亡吼，等等。倒去投因的荷兰人甲马也同齐住伫即个市场里，伊定有人讲最近前来迄寡篷船有10只是载米来的。名义上因得到4头米，但是因敢收到17个竹筒，就是到有个2/3斗的米，就是一道注卡看啊。讲即段文档记载可能是有笔误啦吼，理论上应该是只收到的数量无可能比应该收到的搁较侪吼。即个月伫3天前，因对新载来米当中收到5个竹筒的米。伫赤坎有真侪人破病，也有卡疼的。阮迄寡荷兰人拢也无人被送去死啊！虽然有人真坚定，私底下讲有人被送去啊。因拢还阁伫咧普罗米夏，厝地农作物收成真无好，国师爷10刀抽7刀，剩的3刀互工人甲农夫。
国姓爷旧年3月就想要来啊，但是被这个电台做爷电台红旭嗰个安妮爷红爷啦，后面是红爷，含其他大哥所劝阻。第二次是伫个9月，伊阁想要来，大家阁安尼团结。对此地将会收未到3个月的粮食。现在所在内米是对西奈南方塔坦人的名仔县，伫可能的辖区所处来。迄寡农夫呢非常毋茫阮，搁再转去赤坎。荷兰人佛罗萨人也必须要爱缴纳签国士，伊也搁爱保持安静，但是拢还搁甲因的武器保存伫因的村舍里。这个市镇里的驻军约有1000人，用条伫即个月初驻军有600人。马人伫赤坎头前的迄几啊所在，牛现在已经无爱抬来食，因为米已经载来了。河马数量毋知，但是知影讲，伫即个市镇里，比囥伫个模糊边仔厝里搁较侪。因特别发射炮弹了后，就对赤坎搁再载河野来。伫西奈一切情况良好，无听讲塔坦人无来攻击个代志，无士兵愿意搁再对西奈一个处地只敢若伫荷兰人一个舰队去过皮俄了后，一个军团被派去皮俄。现在伫遐会模仿的迄寡船只派去起山的人呢，拢被西奈士兵赶走。伊听讲模仿的船夺出了迄2只载米的篷船，国姓爷甲同齐载来某含伊同齐留伫普罗米夏城堡里。现在因伫即个市镇里非常经常来拆除迄寡厝，是为着要甲迄寡厝的木料搬去北山堡来运用。伊认为国姓爷战士已经失去一半，初来的时阵，伊的兵力约有1万人，后边必须要继续留伫咧厝里，袂当去见国姓爷。用士兵来监视，因为伊伫咧西奈严重欺骗国姓爷，讲真紧就会当夺得即个城堡，但是现在却用到遮尔害吼。迄寡做军对西奈在内里，囥伫咧迄寡篷船里，有听讲踩伫油条的迄8门大炮，将会载去北山堡，因伫北山堡。顾着炮弹的目的，就是要围困阮，互阮得袂着对港外来的供应。阮的名工船今仔日上午航空南平停船处，约落中大12点钟的时阵，有6只篷船对赤坎航往罗里门甲北山堡线洲中间。以前建造迄个海堡的边仔停船啊，伫遐停船，互袂少士兵伫遐来上岸，看起来也搬其他物件。因为种类真多无法度看出是啥物物件。下晡3点，阮迄只领工船对停船处地回航，伫即个港内煞看线。不过看线一阵仔了后，因为阮对处地派一只小船载一个定去，总算松开浮起来，顺利来即个城堡内面来停船。阮随甲载动来2门大炮，甲1批炮弹落来。大约来伫即舰船顶官阁下有队长 Althorn 和 Eldorp 陪伴，行去有着是碉堡边仔迄个炮台视察了后，就行倒去城堡内，行倒来城堡遮。暗时啊，拢无听到任何动静，只敢若听到北风强咧吹来的风声。10月19号拜三，早起的天气有完像昨昏的天气，看到阮的船只当中有一只流仔会飘离开南平停船处，也看见着人今仔日伫北山堡了挖滚迄个已经放弃的海堡。即边的沙轮边啊，经起一堆布棚，
也看到有2车篷船去北平停船厝内停船，也有6车篷船对赤坎去北线尾线州的北平。伫遐有互真侪人起山去上水迄个气泡纵升的区灵，也搬运宝拿去遐。这以后无偌久，又有一只比对的篷船真瓦棍岸边沿着北线尾的东角航行。阮着对即个城堡5发射数发炮弹，拍着伊3摆。即只船看到被阮安尼射击落去，真可能遭受损害，因此就紧急锁链来过倒来即个市镇的后面去。伫遐也是被阮拍着数发炮弹，拍着侪炮弹拍袂定。因为伫咧中昼时阵，阮看见南远有2只荷兰船，无摇疑，迄一定是阮派去小琉球迄2只船。下晡开始搭起真高的梦并且透去强烈的北风。前几天开始伫咧新宁堡下面固着的5方的炮弹，今仔日除了还无拆起来大炮以外，明仔载就已经就要早去拆起来，已经完全拢做好。要暗暝，阮伫咧早起看见去北平停船厝停船的迄2只篷船，又搁进入龙椅门内面去停船。10月20，再要做一天拜四早起雨天，阮看见着人3人伫咧北线尾线州店。各位，早起雨天，阮看见着人3人伫咧北线尾线州店。伫咧即个下站城堡北门的正头前呢，顾着规个纳宝。距离迄寡纳宝无远的所在，菜2面番旗边仔有士兵徛咧，有真侪高仔船对遐航王赤坎，又搁对赤坎航王遐。看起来，因伫咧上头前迄个区灵做了上侪工事，因为因炸了真侪宝拿去遐。因为对阮来讲，如果阮现在搁去迄边，看起来会当得到啥物好，得到一寡好处，至少会当甲迄寡顾着起来，若报破坏、杀倒、车倒啦吼。因此咧，阮就决定随便来进行即个代志。自家第一条偏路，物件偏路。伫咧为着即个目标的一切工作拢准备好了后，伫中昼12点，迄只大篷船 The World-Vas 和航运的领港船坐170个士兵甲几啊木箱，伫队长 Harman van Otterhoorn 督导之下，要渡往北线尾去甲上述第2站顾着起来的纳宝来甲拆毁。若有可能，还佫确实要去侦查敌人摕过几啊摆迄寡区员的形势状况去侦查啦吼。如果若是有找机会，就要甲因所炸起的设备全部拢毁坏，甲3板拆空落停。如果看到迄边有大炮，要甲大炮点死等等。上水迄2只船对此地出发，去到北线尾附近的时，徛伫迄番旗边仔放外3个人，就用1门小炮发射2响，并且挥动伊的番旗。迄时，就约有400-500人出现伫上水迄个区灵，因拢炸着武器，其中有一寡人去寡宝拿落来，其他人是继续留伫遐。同时，因也对税务所下面用大炮阮迄2只船发射真侪炮弹，模仿迄寡人也用好真枪，
射击徛伫迄个保领后面的新仔人，射击数处，阮看到有时有人倒落去。迄遮尔工阵，伊有一个人被即个市场的税务所后面所拍来炮弹拍死，另外有一个人的腿被拍断。为迄个军官看到敌人遮尔多，而且俄方又阁袂当互所有的士兵拢同时来起伞吼，因为即个人能够小准，尤其是注意到敌人一直留伫上水迄个线洲背后有利形式吼。地角即个会当看到因冲出来头壳，因此决定退兵，所以就转来咯。阮迄两只船也用大炮射击伫个距离无偌远的海边的新仔人，但是拍袂着因，因为因拢立伫上水北沙尾的区林后面。伫即个期间，有一只船板对北边海上即边落来，开始阮掠船是要来投客运的，但是当伊来到北港岛阮即边的时阵，阮看到伊伫咧水面遐咧切水深，然后就对遐高登去啊！真显然，就是伊想要派几只篷船来遐停船。阮为着要尽可能来阻止此事发生，今日下晡就写一张批假去互停伫个迄个南边停船处的迄个船只主管，命令因讲伫咧第一个适当的调色甲风的时候的时阵，然后爱甲所有的船只驶来即个北港岛甲南港岛中间停船，但是无真显著的危险。无真明显的危险嘛，所以会当安全停船的情况之下，爱尽可能划近线洲来沿岸来停船。下晡4点的时阵，阮看见3只后人船伫咧南方，伊派去小琉球的加出一只，原上电话迄只船是对日本来的船。暗时一只小艇对迄个南边停船处来即个城堡，甲阮讲，之前看到迄两只船的消息。迄第3只船，因毋知是啥物船。迄两只船是对小琉球转来的，早转来70只山羊，1560粒野鸡，34个野鸡手的幼叶啊，142捆野鸡纤维所做的好钱好印，甲一寡蔬菜。这两只船主管阮报告讲，因按照阮的指令，试了要亲身的和住伫咧该岛上的新仔人交易需要用的物件。因先是答应愿意才安尼来交易，但是过当日阮就看到讲，因若无履行因的诺言，还要甲因所有的情绪拢赶入去迄个山洞里，因甚至拢逃走。因此伫咧即种情况之下，因就做因不得不做的代志。就是甲因所需要物件，无经过顺论同意，就甲因摕走。除了上水寡物件以外，也留踮遐有2万粒椰子、大量的茶，还佫有新鲜的水。即寡物件迄边拢有真侪，真容易取得。要嘛有5只篷船，看起来拢载满人员，对赤坎来北沙岛。伫敌人扎营的所在来救援。暗时雨天，夜间只敢看到北沙岛有一寡光，其他啥物拢看袂到。含船放处地的原本校对校对了后呢，看到即个草本甲原本是相符合。161年12月9号，伫台湾的热兰亚城堡，因为必须无伫处地 ，GV 不问一点文书签名吼。好，即本日志到遮就结束啊！吼，还要看咧。过来是10月21号，我另外一本啦吼，但是日志佫继续卖吼，嘛是10月21号啦。所以10月21号到31号记伫遮吼，咱继续看。两项日志的继续。1661年10月20号到1662年2月20号，所以即本是记一段时间吼，记到2月20。等下我看下。
一本10个后一本嘛是10个，安尼做我即摆看应该是另外一本啊，10个点了，对，就是另外一本。好，10月2。物件编号 VOC 138号啦吼。FO 是啥物意思？622到798吼。10月21号拜五，早起好天，微风对300分所来，又看见有几只帆船停伫北线路边仔咧落物件，但是毋知影迄是啥物件。也看到第03分开始固定的迄个炮台，早用麻布来控大。也看到讲5只帆船落来停伫咧沙兰溪，有一只大帆船向南方航去。第03毋甲即个市场头前的号角留啊乌拉长的，而且透早真早就甲一队士兵对即个市场再去北线路，也看到昨昏看到的迄寡荷兰船都已经去南边停船处遐停船。9点的时阵，一阵敌人。约了40-50人，对因固定的麻布后面迄个区营行去。手里我是直接读啦吼，但是手里是要怎讲？我看找台语无？台华线顶轮啊，线轮。线轮，迄个线轮行去。好，线轮啦吼。阮5年发射一发炮弹，若是无拍着另外人，即寡人大概是知影伫遐咧周围。因为伫咧即当阵，阮开始用茶桶、装刷来固定一个炮台。伫咧炮台顶将会插2大炮，迄个炮台将会起伫咧乌兰迪亚领北的300角瓦群河边的所在。下晡2个少年人对即个市场倒来阮遮，其中一个了。16号是属伫航式商务员米切巴里先生的，另外迄个搁较细、搁较减瘦是一个乌人士兵的囡仔，因捌伫车扛和土地测量师 Johannes Blumer 带做伙。我看嘛，下底有 Johannes Blumer 吼，注脚讲是1661年伫车扛的土地测量师，1661年9月，伊和电影官 Valentin 同齐被国姓下令送去金门。这是第二个注脚，第一个注脚是拄则我讲的这个，我讲这个日子是1661年10月20号到1662年2月23号，真正这个注脚写讲。这个档案原说的是分做2部分，第一部分是1661年10月20到12月31，第二部分是对1662年1月1号到2月20号，是巴拉比亚秘书马里奥伫1662年12月5号把这2部分连接到第一部分来成做一个档案。我等下记下吼，这2个少年人甲阮讲一寡无啥物重要的代志。伫4点钟的时阵，阮开始用香樟茶帮中装刷来做防护帮，因要用来防护即个下层4角城堡的北门，因为即个北门将会最后将会上互敌人对北线要射击的所在，就是。
拍上严重的讲是啥啦吼。阮相信即个防护帮将会当保证迄个北门袂去互拍歹去。要阿妈阮两只港船入港来咯，伊去对小琉球再转来前面的迄两只船，再来一批山油甲椰子，即寡物件沿岸都拢落来，并且摕去藏好。即时看起西方有一只荷兰船，可能是Zurich 4号。原上地阮看到迄只船就是 Zurich 4号。今仔日敌人继续伫北线尾进行各种固定工事的工作，也伫北线尾沙洲的东角、西门杂草的所在咧割草，甲迄寡草拢插入去因的篮宝呢。暗时啊，写批互副巡官，搁再甲伊讲，明仔载要趁着良好的即个调色。率领全部船只列队来停伫即个南港岛甲北港岛中间，不敌沿前吼，也甲伊讲，明仔载爱派所有船只来小船，对伊寡船只装上因无用着叉载后阮。阮的领港船也共款，将会为了即个目的派出港外。暗时迄个8点的时阵，西方的天顶开始布满真乌的乌云，这规年除了看到地人伫北线尾一寡河根以外，啥物拢无看到。10月2日拜六，哇！船的风间叫做10月2日落长吼，非常的长。非常的长，我这读袂了啦吼。虽然厝内环境读袂了，我就把它读下啦吼。这后一回再做一个读吼，因为这边也太长了。这个读了差不多45分钟。好，10月2日啦吼，10月2日就把它读啊。OK， 必须兄你好，你好。输入也是轮到对，潜水啊，我看卖啊吼，我看一下啊。10个、11个，11个就是逐工期啦吼。12个，12个就是逐工期。过来是1662年吼，2个月尔吼。一个相关的工期哈，二个记到2月初9，然后后面附录1到附录37哈，附录无偌长啦哈，就是整个咱后手要搁读的就是安尼啦哈。根据咱安尼速度无定，爱搁读，一个月咱才读，一个月才读2礼拜，10个、11、12、5礼拜。7礼拜、8礼拜，讲咱去读2个月吼，即嘛5月中嘛吼，读到差不多7月中8月啦吼，才读得了。所以今年热天吼，大家今年热天。好，咱到这吼，感谢各位
咱下礼拜再要继续，下礼拜再要礼拜来读出史所哈。好，感谢。好，感谢大家。开放。
拜。